優秀嘅會計人才喺各行各業都係需要嘅。我哋開辦會計學高級文憑課程，旨在培養具國際視野嘅專才，以應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快速發展同埋科技進步所帶來嘅行業需求。CIE 會計學高級文憑課程納入各類專業科目，增強學生對會計、審計程序、財務報表分析、會計道德判斷以及編製複雜財務報告嘅知識，為未來嘅專業考試做好準備。課程內容涵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，緊貼會計行業最新趨勢，並提供選修科目，例如社會企業責任同埋公司治理與合規，以培養可以喺多元文化環境中工作嘅專業人才。除咗喺課室學習，我哋仲會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、工作坊以及企業參觀，令佢哋喺真實環境中累積職場經驗。學生更加要完成畢業報告，將2年以嚟學到嘅知識融會貫通，實踐應用。學生完成課程後，有機會升讀唔同院校嘅會計學學士課程，或者轉修其他商科課程。如果想就業，學生可以投身專業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工商行業工作，擔任初級審計員、財務主任、助理會計師、會計主任同埋助理稅務主任等職位，喺不同崗位上發揮所長。會計學系嘅畢業生一般會投身以下3個專業。第一咧就係做審計嘅從業員，第二就係入一啲企業咧做財務分析師嘅。咁第3咧就係而家好興嘅環球嘅稅務規劃。一般我哋聘請員工嘅時候有以下3個特質嘅。第一咧就係專業嘅要求啦，睇一個學生讀會計嘅時候有冇讀過相關嘅國際嘅會計準則啦。第二就係咧佢本身喺嗰個軟件嘅技能上面有冇一定嘅認知。咁第3咧就係佢嘅個人特質啦，例如應變能力啊、工作嘅態度啊，或者會唔會有一個抗壓力啊，都對我哋係好重要嘅。我覺得 AI 嘅盛行咧，係對會計或者審計行業咧係重新 rebuild 咗一個準則嘅。例如識得 AI 嘅人咧，可能將一啲繁複重複嘅工序咧可以減散咗啦，反而喺決策力同埋專業性度咧更加會依賴會計師嘅專業意見嘅。咁另外一方面啦，除咗 AI 之外啦，而家好盛行嘅 ESG 啦，或者係例如反洗錢法呢啲法規咧，都而家更加重要嘅，因為會計師除咗數字以外咧，法規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嚟嘅。CIE 嘅會計學高級文憑咧，當中有好多學科咧都可以幫助同學們咧考取到會計相關嘅資格。咁變咗，除咗喺知識方面、就業方面咧，都可以幫到同學更加快投入會計行業，亦都方便佢哋同呢個企業社會接軌嘅。因為我哋成日話會計就係一個做生意嘅基本語言。咁希望各位同學都可以透過呢個學科，盡快踏入會計呢個行業啦。